伫内政部登记做社会团体阿拉伯在台商务协会，几日间去互沙烏地阿拉伯、阿曼甲約旦驻台代表處檢舉，因為這個協會 logo 使用三國的國旗會造成誤解。不過，說是去互協會告妨害名譽，警方嘛捌發函要求三國的代表到案說明。加在外交部是趕緊去阻擋，講這三個人有外交的合演權，差一點就造成外交的危機。經由影片介紹，阿拉伯在台商務協會 ACCT， 伊是協會理事長蘇里阿吉的韓威爾。2018年，這個協會佇內政部登記成做社團法人，不過依照官方網站介紹，設立目的是協助台灣投資者到阿拉伯世界。We are building the business bridge between Taiwan and the Arab world. 雖然企業標誌看到真濟中東國家的國旗，不過 ACCT 其實唔是官方的單位，傳出台灣民眾不歡迎，經由 ACCT 辦理通關文件認證，不過實際上卻是無效，予沙烏地阿拉伯、阿曼甲約旦駐台辦事處感覺問題嚴重性。2019年就爆發出公文，提醒民眾 ACCT 無阿拉伯商會商會許可，伊的印鑑也無法度予海關甲外交部認證，並且要求咱國外交部應該愛處理。ACCT 互檢舉了後，反倒轉告三國自訴妨害名譽。警方受理報案，法官無奈三國駐台代表到案說明時，外交部才緊急行文予警方，講三人外交合編權，差點造成外交危機。整個過程中，您知道給這些大使帶來了多大的壓力，以及給台灣、給中華民國帶來多大的中東的外交危機嗎？他是向內政部登記，雖然合法，但有沒有違反他登記的這個業務？我們外交部一定要去捍衛駐台辦事處它的外交權益。因為 ACCT 理事長是接受訪問時講，協會是合法機構，強調顧到底。We don't stand any document. This is fake. That's why we went to sue them. In many years, if we did anything not legal, Taiwan government should stop us from our work. But we are still working. 相關的訴訟原則上是不能以這些外交人員或是外交使館作為被告，一般基本上地檢署就是會不起訴。律師指出，咱國外交處境特殊，對主管代表無論是唔是邦交，在民事、刑事頂面攏享有合編權，相關故訴應該難以成立。記者綜合報道。